为着让辛苦值班、维护人民生命安全的消防队员，会当有良好的困眠品质，来补充不足的困眠时间。有业者在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的看线之下，赠送26张高品质的减压笔刀，由消防局副局长杨宗林代表接收。业者希望这款经过医疗测验过的高品质笔刀，会当提高消防队员深度困眠的品质。五一这边看到了我们台南市的消防队的弟兄们，因为他们的出勤呢，常常是睡眠时间都被打断的，那他们就觉得他们应该有更好的一个睡眠品质。那他又觉得我们公司 Tenet 的床垫不错的情况底下，所以呢，就促成我们来做这一次的这个捐赠。那主要我们的床垫可以帮助我们台南弟兄们是怎么样的？就他在睡眠一直被打断的时候呢，他相对那个1个小时、2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的睡眠时间，他当然需要他的睡眠品质更好。那我们的床垫可以帮助他们呢更快入睡，睡的过程中更快进入那个比较熟睡期的时间，让他可以迅速的恢复体力。那这样不管他在被打断的时候呢，他在那个紧急出勤的时候呢，还是可以有一个良好的判断跟体力来应付，来一方面帮助或者来救援我们的这个市民的朋友们哦。那这是我们捐赠的一个初衷啦。这挂笔刀将分配至永华救护专队、南门救护专队、河尾救护专队以及公园消防分队的救护值班室使用，希望会当有效减轻消防队员排着救援人命的大压力。台南新闻网采访报道。